吴越国风是故乡，雅阁琴瑟满庭芳。新年乡音何处觅？洛城又奏庆华章。传承粤剧经典，弘扬戏曲文化。海外粤剧联盟在海外粤剧王派传承人乌素肥女士的努力下，粤剧姐妹团结一心，为这共同的粤剧情怀，在美国的纽约、洛杉矶、拉斯维加斯、波士顿、亚特兰大、加拿大的多伦多、温哥华、法国的巴黎、新加坡、澳大利亚、香港、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联谊交流和推广的活动。因为疫情的缘故，粤剧姐妹无法一一从各地赶来。下面请欣赏苏菲演唱的《蝴蝶梦》，评剧评赛你看透，请欣赏。无畏长治。